诗篇52篇，以唐人道义来报扫罗讲。大卫有去亚希米勒的家，迄时大卫做即个教示的诗交予圣乐长。有权力的人啊，是安怎你规日为着做歹代在夸口？上帝慈爱永远存续。是安怎你规日为着做歹代在夸口？上帝慈爱永远存续。有草本事。是安怎你规日为着做歹代在夸口？规日侮辱敬畏上帝的人。你制造是非，都无毁坏。你的志真内亲像剃头刀。你爱歹赢假好，爱白贼赢假讲义理。欺骗的人啊，你爱讲一切吞食人的话。上帝为了你，对布边甲你拖出来，对活人的地甲你背起来。伊会永远甲你毁灭。伊的人看到会惊畏，铁笑伊讲：你看咧，伊就是无倚靠上帝的人，只有倚靠家己的财富。伊倚靠的反倒直到家己毁灭。毋过我，亲像上帝殿内青翠的橄榄树，要永永远远倚靠上帝的慈爱。因为你安尼对待我，我要永远感谢你。我要伫你圣的子民面前仰望你的名，因为你的名真好。